30年在运通上部分量的设计奖嘅发布，也係量體某嘅地度，本運通休閒風嘅裝扮，還係有18位機芯，展現嘅復古嘅大條插法。冬天也特別做下半身，然後做比較小區塊的，然後讓男女生都可以接受的花布的應用，這樣，像這個是在後面。睇地無規則嘅冇辦法，提示每爺爺連成用狀況可能，充滿了熱天熱情奔放嘅氣息。像這個是單品的東西，然後我們都是以貼花為做一個基礎，這樣子。T 恤上面也是這樣貼花的。一條結合花布嘅創意衫褲，仲可係臨時從陳冠儀一兩個客家後生嘅嘢閃結結剪，對托布料設計打樣到剪裁插起來，仲可以如係設計做位。一兩個打扮個新潮嘅型男，唔講行真實唔啲，一旦對傳統文化個始終，也可能就係做乜嘅本看做係阿婆用嘅傳統客家花布，仲係睇一旦嘅服裝創意設計地度做主角。在國內找到好看的大花，這麼大的花其實只剩客家花布，那加上它的文化內涵，那我也一直想要做有關文化的東西。我們在外面賣的是很多人看到的第一句話就是說，這不是以前穿的阿嬤在用的花布嗎？我說對，可是希望說不要讓這個東西變沒有，希望把它能夠結合到現在所流行的服飾，讓大家就是喜字配上這個花，很有感覺，我只能這麼說。臨時廠屯建造送氣師，也係建造無規則的將花布，入到上富巷做固定。一條係今年一天就會推出的新款花布夾嘅，米量手工限量嘅衫褲，都係臨時廠屯陳冠儀嘅驕傲。我們沒有一件衣服的位置是重複的，尤其是花的這個部分，然後有些是跨過身體側邊，然後前後都會有這樣子。客家花布它有代表它吉祥的意思，因為牡丹又代表富貴。所以人家希望說，用了那個花布之後，拿來當床單，不管是拿來做什麼，都希望有可以得到富貴啊，或者是鳳凰就代表說可以讓它更美滿啊。象徵富貴美滿的傳統客家花布，喺後生人的創意構思下，變作為流行的元素，也變做後生的創業賺錢的富貴盤。像它這把它弄成斜角的也很好看啊！你看它這樣斜角弄起來啊，一針一線亂，世代嘅布水嘢，都會一條富人家嘅書香，就有為新生命。丟起來亂做花布拼布包，一條亂嘅技巧也變作為一條富人家在個創造事業天一存的好本燈。公司就是無預警的那個裁員嘛，然後想說，現在目前工作也是不好找啊，然後想說來學個一技之長，換個跑道走走看這樣，然後就是看能不能再學習第二專長。現在經濟又那麼低迷啊，所以自己想說啊，閒着也閒着嘛，就想說，這邊有這個機會，我就想要這邊來學習。經濟唔好，成業也係了無薪假嘅勞工變多嘅。苗栗竹南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開辦嘅花布工藝師養成班，變作為成業民眾睇好嘅觀天站，搶走30人殺上嘅10批嘅民眾來報名，從論愛學賺錢嘅天意專長。教他們一些這些花布工藝書的這個養成，讓他們可以自己有東西做出來，來自己靠自己，還有再創第二個職業的第二春，不會說為了工廠關門就失業了哈。所以還沒有學4個禮拜吧，他們已經有接了訂單了，所以大家都很高興，自己所學的東西都受到那個消費者的一個肯定。學習成績受到肯定，一條富人家受到櫃台嘅鼓勵，創意根本激發出來。製作嘅花布工藝品也行過多年，細細定型式嘅花布衫粗型數十台，使用有太縫嘅花布面子台，日本人看呢最中意。
其实我们的花布很有艺术品的那一种效果，你可以用花布配其他的不同的布料来做一些小工艺品。只要你愿意在家里都会一点巧思，都用艺术的眼光去吸收外面市场的需求，那你就可以设计很好的东西出来了，那就有行销的点了。中南手工业生產合作社唔單止培育人才創業，還長期利用客家花布生產研發各種各樣嘅卡邦嘅衫褲，也都有相關產品。改良式嘅客家棉服，甚至還變做部分小學生團機關團體嘅制服。他們都會來做我們客家的這個衣服，那我們就會把客家的元素，這個大鏡啦、所有的盤扣啦。手工的盤扣啦，怎麼樣加進去，配合這個花布的美學，這樣子來做。花布利用係愛見求新求變，創業嘅將將有稀稀嘅客衫粗線包，從熱線嘅經驗台灣百泰觀光體產，改變了一般卡邦嘅嘢傳統粗線。衣服的形狀什麼？你帶出去的話，還是人家哦，小朋友看，哎，怎麼有一個小衣服在身上？其實它是一個包包，對，蠻特殊的。唔建議揭發嘅韓國都會創意，無時有鐵道嘅創業基金嘅發布創意商品，意外變作為大人唔建議嘅秘密武器。這個資金不會很大，可以做一個微型創業，幫助婦女朋友，她可以再做一個事業是很好的，也不用一個大的那個店面啊，什麼自己在家裏一邊看電視一邊都還可以工作賺錢，所以這手工的東西哈，應該是可以有很好的一個機會。整理一捆又一捆的花布布料，而係吞屬意，也愛睇先做動整賣布嘅40年。也都以體熟落嘅花布，經過重新嘅變化，也變作為老布店賺錢嘅好機會。你對來講，其實牡丹嘛，啲花色其實去控咗，其實了啲牡丹吼，去變到長期了類係細類嘅啦吼，了類啦吼，佢去加到有日本元素嘅東西來講，所以其實佢來講，佢客家花布吼，還係傳統嘅牡丹花，聽屬於本單體台北經營精品店，2年前歸到竹東屯也愛做盤，看到陸下布店嘅經營見來見困難，了解時尚流行趨勢嘅佢有頭腦，就想到利用陸下賣嘅客家花布做成各種嘅創意商品。呢啲花布吼都外國是當流行啊，都看到電到台灣吼冇按流行，冇按。像人外國人看到人家花布吼按稀奇啦，所以會本來想到講，我是不是做的花布的東西來寫人的本地的人？我本來是喺做衫啦，忙賣布的時是做衫，做50幾年，50多年的啦，你還是講，你是下落嚟咩？是喺灣後生人去發展啦，從細看阿妹團人做衫褲。聽屬於睇安寧嘅環境下，做到有為做衫褲團皮實嘅基本概念。無論係結合客家花布、團人出面圖田色彩豐富嘅環保快推，也各種樣式手工做嘅花布卡邦嘅背包，唔單止聽得到流行和保留嘅傳統意思。從小做布卡都看到懂得布啊，可能對花布的對布的敏感性吼較強啦。拄有卡有現成的布啊嘛，本來拿來做現成的材料，然後所以本來會有無限的發展吧。對抗唔建議衫褲嘅設計也要運用細細嘅構思來假設。我係啲涼衫係只嘅，喺好處是講，你那係買涼衫是等於用涼衫，所以做咗啲變高來面來做。有些人可以做嘅，有些人可以涼衫。花布本來有一道無限的變化，聽屬於做本款。是一個南洋的很素的盤子，我覺得它的紋路很漂亮。那我說如果再跟我們客家花布把它結合之後，我就把它變成，再加上這個現在年輕人很流行的那個馬賽克，把它變成一個中心。演出改良的藍色顏料，強強的傾體相強項。
听说伊在个对发布方检查适合的发型，接落来一个该有考试的发布项目就完成了。所以还是想，既然发布按讲的，迄咪做在变多，你用在生活的用品上面。所以你目前看到的东西哈，又做的像面纸盒啦，做水果盘啊，做托盘啊，等等发种，那么希望讲让客家花布的元素变落去，做到变成更广泛的使用啊。我们希望打开国际市场，把我们这个美的产品、意式的东西推到国外去。我们的计划也是把这个东西再往外推到其他国家去。因为老实说，其他国家看不到这样子的花，真的是台湾特有的。就是说，能够把客家花布继续发扬光大，对。希望说能够做到10年、20年，甚至到30年，到以后都有这样子的东西。发布的生命力持续展开，无论是后生人创业，也是中年富人家前事业拼一寸，一旦上菜献出囤发布变化创新，运用口神创意。屯不建议变做不建议，文化部变做一项好生意。